大家好，我係李家國何生，歡迎大家收睇 Max Channel 樓盤分析、樓市分析。今日係2025年10月29號。根據2025年調查咧，香港人均財富471.9萬，係排名全球第3位。香港即係有17,215人擁有淨資產超過2.3億元，亦即係話喺每442位香港人當中就有一位係億萬嘅富豪啊！而喺2025年10月1號去到10月28號，亦都總共有1418宗一手嘅成交，可以見到香港人係好犀利嘅購買力。根據央視新聞報導咧，10月28號美聯儲開始為期2日嘅議息會議，並喺當地時間29號下晝、北京時間30號嘅凌晨公佈最新利率決議。目前市場普遍預計咧，基於較弱嘅就業數據，美聯儲或將進行今年內嘅第二次降息。本港影響方面，美國進一步減息，有助樓市進一步鞏固形勢，並有望反映到 HOBO 走勢，減低供樓人士嘅負擔。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一定會反映到情況，減輕借錢同埋賣樓人士嘅負擔。同時，香港樓市已經從低位反彈，近月一手同埋二手銷售均有所增加。雖然樓價仍然未見上升，但係起碼成交量有所回升咧。如果美國減息，將對樓市發展有一定嘅支援。不過今年減咗咁多次息，即使聯儲局減息0.25厘咧，今次香港最多應該只會減0.125厘。今晚議息勢必減息。大家好，係啦，咁今次我同朋友咧就嚟到呢個新盤南昌東嘅新盤方便房，咁佢係叫做蓮芳1期、蓮芳2期，咁喺右邊咧就係欽州街，咁左邊就係九江街。蓮芳1期、蓮芳2期好似成個正長方形咁樣，喺4條街包圍住嘅內街，分別係欽州街、九江街、海壇街同埋醫局街。咁附近你會見到有幾多新樓嘅，咁同埋亦都近南昌站同埋深水埗站。喺個後邊咧係蓮芳1期，蓮芳系列咧總共提供538個單位，分兩期發展。蓮芳1提供158個單位，而蓮芳2嘅單位數量係378個單位。蓮芳1期同埋蓮芳2期自推出以嚟備受追捧嘅，受到自住人士同埋投資者嘅稱歡。自售出以嚟，因為佢交通同埋配套成熟，合共售出超過288個單位，套現23億元。我哋喺蓮芳1期穿過去，通過九江街，咁喺我哋後邊咧就蓮芳2期。蓮芳2嘅配套設施咧，亦都項目持有4507個平方尺嘅住客會所，同埋約10,280平方尺綠化園林區，提供18米室外泳池、室外兒童遊樂場同埋有機耕作區等嘅設施。而另外1期嘅項目會所仲有戶外泳池、健身室、蒸汽浴室、有蓋戶外瑜伽室、戶外健身室、畫室同埋多用途室、燒烤區、咖啡主題、多功能空間、戶外休憩區等嘅設施。2期面翻向就係海壇街，所以西九龍長沙灣南昌站一帶咧，
近年有多個新盤落成，已經係現樓。萬科香港發展嘅呢個間聯方一，採用時尚簡約嘅建築風格，為呢一區帶嚟煥然一新嘅感覺。項目已經係開咗現樓嘅示範單位，利用高樓底嘅設計，展現時尚美觀同埋實用兼備嘅設計佈局。聯方一期涵蓋開放式至三房設計，單位數面積232至到去547方尺，當中開放式嘅戶型佔全盤嘅一半。所有單位樓層高度都係3.5米高。項目鄰近西九龍中心同埋 V Walk 等大型商場，同埋深水埗地道民生區生活配套完善。大家啱啱收到突發嘅消息，根據大公報喺21分鐘之前嘅公佈，據央視新聞報導呢，外交部發言人宣布，經中美雙方協定，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喺當地時間10月30號喺韓國釜山同美國總統特朗普會面，就中美關係同雙方共同關心問題交換意見，亦即係意味住大國領導見面一定係傾好咗條件之後嘅儀式，同埋會簽署，所以減息都係加呢一個係利好嘅消息。樓價好快會反彈，所以而家正係入市嘅好時機。咁啊，聯方一期呢就唔設庇護層嘅，咁啊，住宅樓層5至28樓，5至26樓呢就係有8個單位，咁27、28樓分別係6伙同埋4伙單位。咁大家會見到呢，有5至26樓係8個單位啦，咁啊最平呢就係18樓 A 室開放式單位送傢俬，232尺，西南位4452000。大家好，我哋而家喺聯方一期26樓 E 單位，咁咧景觀方面 C、F 室都係屬於一房嘅，D、E 室都係大開放式啦，向東北望翻樓景同埋筆架山。B、G 室兩房一房咧係樓盤兩側望。今次呢個 E 單位咧係大開放式，CDO實用266尺連38尺嘅3合1平台。大門兩旁呢就係呢個開放式廚房啦，同埋呢個浴室。你會見到係啦，有個大嘅雪櫃喺度，蒸焗爐，啲鞋架啊。3.5米高嘅樓底咧，咁啊分隔開喺呢度，做咗一個上方枕區，上面可以瞓覺，下邊咧打造多功能空間，可以放書台啦，同埋衣櫃，成為工作間同埋呢個衣帽間嘅設計。樓梯入邊咧有呢個收納空間。咁啊，天花維持冷氣機下方亦都留下咗呢個收納空間。咁啊，門口位咧呢個位就擺創意門板，讓住戶咧按喜好擺裝飾同埋物品、掛遮嗰啲。洗手間都係明廁，個鏡櫃啦。E 室咧就係露台向翻東北，遠望翻去西九龍中心嘅。大家好，咁至於 A 單位同埋 H 單位咧，都係向西南，主要遠望翻呢個海景啊，同埋呢個通州街去到南昌一帶市景。
入到嚟咧，右邊都係個鞋架，同埋呢個鞋櫃都係有呢個創意板啦，擺遮啊，擺個人喜好嘅物品。利用呢個3點茅底嘅高度整咗呢個閣樓嘅都係。旁邊咧都係有啲櫃，掛衫。呢個洗手間名次都係，同埋大家會留意到有窗嘅，呢個係一個好嘅設計。咁都係鏡櫃。咁啊，呢度係一個雪櫃啦，蒸焗爐啦。咁啊，出邊都係一個洗衣機嘅擺咗。咁啊，下邊垃圾桶櫃啦。而早排葉老師鍾 Sir 咧收過一個中層嘅開放式單位 A 單位，即係呢個232尺。咁啊，單位咧都冇任何污跡，冇乜污跡刮花同埋漏水都冇。咁啊，所以有98高嘅評分。最重要就係好罕有，就係呢個廚房採用呢個台面式嘅抽油煙機。一改傳統安裝喺爐具正上方，咁啊設計喺工作台面右側嘅抽油煙機咧，機身收納喺台底方便，好慳位啊，因為十分合用，又可以減少視覺嘅阻隔，又唔會影響採光。大家好，咁啊，你睇完大家會覺得點啊？咁啊，蓮芳咧其實真係好方便，4分鐘就行到去南昌站。咁啊，南昌站咧係超級大站啦。咁屯馬線、東涌線咧、東鐵線3鐵相會。咁啊，又係現樓區內好罕有大屋苑538伙，自設2層步行街，好似利好坊咁。鄰近 V Walk 西九龍中心購物又方便，成熟一個社區咧。衣食住行啊，民生食肆咧都購物咧，濕貨樣樣都有。旁邊咧係深水埗公園，佔地咧4公頃嘅。咁啊，綠意洋洋啊。咁啊，同埋雙子會所，即係1期、2期會所咧可以共用啊。又有室外泳池，同區罕有。而頭先我哋喺嗰邊喺內街咧，亦都冇乜車行嘅，所以比較寧靜。租值唔夠高咧，1房15,000蚊啊，2房19,000，甚至2萬蚊都有成交。樓底特高3點米，用料好豪華，淨係個蒸焗爐都值4萬蚊。跟住喺個身後咧就係 V Walk 嗰邊，咁啊行南昌站大概4分鐘都已經行到去嗰度，好快。咁啊，多謝大家收睇啦，有咩可以留言俾我，唔該晒。